继续来关心今年的大水期，因为雨水少，农业用水也受到影响啊。这农业部是表示讲，今年的水情是比去年更加严重。会来看情形，这政府都爱论水口。因伫高雄道农民因为无水通用啊，半暝啊拢爱去顾产水，都惊去用偷接伊。农民甲观光会田厝边开始种地，要进行一期调做，不过灌溉用水敢若无啥够，要甲规片田淹满有困难，甚至有一寡农田的地已经大家拢逼溃。都建议就是老无板球够的，不愿返乡家。水无够，江水上尾流的山林业味里农民正着急，30几个人最近去农水署业味工作站进前，希望延长江水时间。里长讲，有一寡老农民为着要抢水，半暝就去过水门。如果我没有顾在这里，那我会不会一离开，等一下水门又被别人抢走了？大家还要在轮流状况之下，其实焦虑是难免的，因为我都付出成本了。相比业味工作站答应这礼拜放水的时间，自本来3天半延长到4天。今年冬天雨无啥多，西半部自北到南6个遍地站的雨量创75年来上少的纪录。农业部讲，今年水情比去年严重，会采用计划性江水灌溉。这么看起来也无需要修经。我们会采用就是一些按计划的一个供灌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节约用水，除非说一直都没有下雨，水库已经快要见底的时候，我想我们才会启动特别的作为。这么全台湾最高的调水率维持伫3成到9成左右，水利署希望全国的民众配合省水。伫咧滤喙器、洗手、洗身躯时阵，水用较少咧。虽然离7到2月会有出雨，不过这边雨拢落伫咧北部。以中南部的一个降雨来看的话，可能是有一些降雨的一个机会。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降雨的量值上来讲的话，其实都还是偏少一点的一个状况。水利署讲，这边冬天新竹以南主要水库集水区降雨量，只可能历史降期的差不多2成，已经提早进行调度。不过，一期潮啊，怎么要开始种地江水灌溉，用水量较大，才会进行监控。气象署也已经公布春季气象展望，3、4月雨会较少，5月天气也正大，希望民众爱继续用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